得了，为啥？这阵雨，马思雨，没个，随便个。我一开始讲苏州话，我和搿个人家搿说法，人家会得感觉一下子了。没有外国口音，一口苏州话，地道又纯正。这丫头什么来头呢？你好，我的名字叫何丽娜，我今年14岁了，我马上要到高一了。我比较欢喜游泳、打水球、拍照。我来自丹麦，这是我养了苏州的。对于来讲，不是一个外国人来讲苏州话，或者是这样一个苏州人来讲苏州话。虽然伊琳娜的爸爸是丹麦人，但妈妈可是正宗的苏州人哦。她呢也是出生成长在苏州，苏州话可以说是她的母语之一了。因为我阿不会得讲普通话，只会得讲苏州话，所以我要跟你接了一个说法，我只还用苏州话。当然，伊琳娜的这一口标准的苏州话，还离不开我们苏州台各个苏州方言节目的影响。我来屋里向吃夜饭的辰光，会跟妈妈一起看《名城在线》的。这还是像一种李家评话啊，还有是民生热线啊，包括有是士兵制的连招啊，这还是一种节目，就是语非常语。不过伊琳娜的苏州话也有卡壳的时候。喊妈妈帮我，Do I have to say Kodak？ 冲印出来。个 temple。How do you say temple？ 搿个塔。小桥流水人家，伊琳娜说自己就是个苏州姑娘。这次参加吴语主持人比赛，就是要来练练自己的口才，让大家眼前一亮。没兴趣的。跟更多的人一起来接力，我希望你能够学到更多的苏州话。2, 3, go。苏州边的人哎，与我来苏州人评评理，是在城里，神马新闻多。名声在线，口音一口苏州话，地道又纯正。这丫头什么来头呢？你好，我的名字叫何丽娜，我今年14岁了，我马上要到高一了。我比较欢喜游泳、打水球、拍照。我来自丹麦，这是我养了苏州的。对于来讲，不是一个外国人来讲苏州话，或者是这样一个苏州人来讲苏州话。虽然伊琳娜的爸爸是丹麦人，但妈妈可是正宗的苏州人哦。她呢也是出生成长在苏州，苏州话可以说是她的母语之一了。因为我阿不会得讲普通话，我只会得讲苏州话，所以我要跟你接了一个说法，我只还用苏州话。当然，伊琳娜的这一口标准的苏州话，还离不开我们苏州台各个苏州方言节目的影响。我来屋里向吃夜饭的辰光，会跟妈妈一起。应该得了，为啥？这阵雨，马思雨，没个，随便个。我一开始讲苏州话，我和搿个人家搿说法，人家会得感觉一下子了。没有外国口。Temple。How do you say temple？ 搿个塔。小桥流水人家，伊琳娜说自己就是个苏州姑娘。这次参加吴语主持人比赛，就是要来练练自己的口才，让大家眼前一亮。没兴趣的。跟更多的人一起来接力，我希望你能够学到更多的苏州话。2, 3, go。苏州边看名城在线的。这还是像一种李家评话啊，还有是民生热线啊，包括有是士兵制的连招啊，这还是一种节目，就是语非常语。不过伊琳娜的苏州话也有卡壳的时候。喊妈妈帮我，Do I have to say Kodak？ 冲印出来。个